大家好，歡迎收睇最新節目《探索新地方》，我係你嘅主持人 Jasper。咁今集咧就承上次拍完見車就上一之後啦，咁咧大家都知道上次見車就上一嘅終點站就係啟德啟晴邨，咁而家咧我就位於晴朗邨嘅商場，咁咧我哋今日咧就去探索一個新嘅地方，就係啟德郵輪碼頭。咁咧我而家自己本人咧就喺呢個晴朗商場啦，咁我就會搭一條嘅巴士路線就去啟德郵輪碼頭，同埋咧就會展示嗰個地方俾大家去新探索嘅。去片，政府已經訂立咗啟德發展區係全新智慧型嘅都會區，咁有大型嘅商業啦、體育、休閒同埋住宅發展。咁咧有啟德郵輪碼頭，咁其實係樓高3層，全長大約850米嘅。咁咧亦都可以望到維港同埋鯉魚門嘅海景啦，亦都可以咧有唔同嘅港鐵啦、巴士、小巴、渡輪係亦都可以去到嘅。咁巴士咧有上次我介紹過嘅22號啦，咁亦都有九巴嘅5R。咁咧周邊咧其實都有啟德空中花園啊、啟德跑道公園等等嘅，咁亦都係一啲好好嘅休閒地帶啦。咁將來咧啟德新地帶亦都係一個九龍東嘅核心商業區，因為而家咧嗰度已經係有啟德體育園啦，有啟德主場館、啟德青年運動場、啟德體藝館等等等等。咁咧而家亦都有中九龍繞道同埋啟德繞道啦。咁將來咧商業發展亦都係更好嘅。咁咧我哋就翻嚟見車就上一嘅終點啟德啟晴邨嘅巴士總站啦。咁咧我哋咧而家見到啦係有架10.4米嘅巴士，就係28波開往彩福邨。咁咧呢架車咧係會經牛頭角同埋觀塘嘅，亦都係我哋頭先搭嘅車啦，就係5號 A， 就係開往啟德啟晴邨來往尖沙咀碼頭嘅。但係亦都有機場巴士係開往機場同埋港珠澳大橋嘅口岸嘅。咁呢度咧亦都咧係喺呢個新嘅住宅區啦。好，而家咧22號巴士咧就嚟啦，收費咧係5個7，我哋就上咗城巴 Inflow 500MNC 嘅8488。咁咧呢架車咧係會先停咗麗晶花園同埋德朗邨，然之後咧就會去啟德嘅兒童醫院同埋郵輪碼頭一帶，經過林華街附近嘅商務區，經過啟德體育園。再經過 Mega Box， 再經過埋啟德橋就到郵輪碼頭。咁咧呢度咧喺啟德嘅兒童醫院隔離啦，亦都係準備發展緊一個新10年嘅發展醫院。就到達兒童醫院啦。啟德郵輪碼頭啦，咁係有多層嘅建築，咁
但係今日咧就由於有遊輪嘅關係啦，咁我哋就係唔可以入去登船大堂入面拍攝嘅。咁咧其實咧呢度亦都有唔同嘅巴士線啦，譬如係城巴嘅20R 啊、20A 啊，係向咗尖沙咀、九龍一帶。咁前面咧亦都有5R 係九巴係開往牛頭角站嘅。我哋搭翻22號出翻市區，咁我哋咧就係會搭到九龍灣林華街落車嘅。而家咧793就有車，我哋咧就坐793。咁我哋呢架嘅793係會搭到去漁港灣落車。各位，咁探索新地方嘅第一集就正式完成啦。咁中意睇呢啲片咧，就記得通知我 Jasper 啦，同埋通知其他小編。咁咧，我哋咧呢集就完成啦。咁記得做齊 CLS 4部曲 ，comment、like、share 同埋 subscribe。下次見，拜拜。